华视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咱台湾有一本得奖的红仔册，改编做电视剧，用在地元素来讲小人物的故事。演员大家都真够演，互人真期待。得到金马奖的红仔册改编做电视剧。我们回来是因为知道这里有等待。 剧情讲的是小人物的故事，男主角俊良离开故乡到都市打拼，因为因阿公破病，决定回去故乡继承柑仔店。是啊，这个的彩票是阿公的啦。这里的人就像是真的一家人，会为彼此开心。准备隔壁秘书亲人，生活中有各种点点滴滴。演员有张贤瑞、莫文文、加林铁喜等人。那个形象都是来自于漫画。 对，就是说漫画大概画什么样的形象，那我们就尽量以那个形象来去做想象跟发挥。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故事，一间小小的柑仔店收藏着一个乡镇的故事。红仔册改编做电视剧《册迷》，真期待。这出戏是得到文化部影视甲流行音乐产业局106年的补助，将于8月中旬拜5的黄金时段播出。谢谢。